谢神，又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都戴着骄傲的面具在生活，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这么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好不好？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谦卑在主的面前，开口来祷告。阿爸父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父神，你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大的爱和恩典。主耶稣，让我们学习你，成为谦卑、温柔、感恩的人，全身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在万民当中做你荣耀的见证。也求你保守我们的灵命，在圣灵的带领下不断的成长，更新我们，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成为你圣洁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也许你现在真的好累，再也扛不住了，请你大声对爸爸说：阿爸，我已经身心俱疲，今天我要把重担交给你，求你来帮我背了。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你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来到这里，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你，更多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主啊，虽然我们也许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有许许多的重担，但是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成为我们的依靠者。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更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相信你在我面前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求你承担我一切的重担，还有拦阻，教导我有受教的灵。主啊，不再让我们口说交托，但是心却没有释放。主啊，求你除去我内心的恐惧和内心的忧虑。主，即使我看不到摆脱眼前困境的方法，但是神，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必用恩典遮盖我，你看我们如同珍宝，相信你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好的。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依靠你，信靠你，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邀请我们闭上眼睛，请你想象那个画面，你坐在耶稣的脚前，内心是充满着渴慕的心，你不想仅仅只是坐在耶稣的脚前，你还渴望能够躺卧在他的怀抱里面，去感受他心跳的声音，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平静，你就完完全全融化在他爱的安息里面。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感谢神，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能够在他的怀抱里面感受他心跳的声音。
但是我们一起开口，为你自己能够更多的渴慕神来祷告。我们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是我唯一的渴慕。我渴慕你的同在，渴慕你的亲近。主啊，求你洗涤我的心灵，使我在里面得到安息。我的心灵被你更新，重新得力，享受和你同在那个甘甜。亲爱的主耶稣，愿你吸引我，愿你的荣光照我，使我渴慕能够时刻活在你里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经历你话语的能力，经历你应许所带来的激励，帮助我学会倾听你的声音，一生走在你的道路。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你同在，充满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运行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充满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运行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爱路者新生机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我神。你是爱路者新生机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我神。在这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医治每颗心，
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改变人生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修补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手，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我神，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手，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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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即使我未看见你的运行，即使我未感受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永远不停止，你不停止，你永远不停止。即使我未看见你的运行，即使我未感受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永远不停止，你不停止，你永远不停止。即使我未看见你的运行，即使我未感受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永远不停止，你不停止，你永远不停止。即使我未看见你的运行，即使我未感受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永远不停止，你不停止。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我神。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我神。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我神。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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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这就是神，这就是神，那就是开路的神。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他，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创造宇宙万物，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你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主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灵充满在这个地。主啊，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在人所不能，在你凡事都能。父神，我赞美你，尊崇你，你是赐平安的神，你是我的医治者，是我的供应者，也是我的开路者。主啊，你触摸每一颗心，改变人的生命，你是垂听祷告的神，在我开口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主，我赞美你，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愿所有的尊贵、荣耀、权柄、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阿爸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神，这是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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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你是太新生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我神。你是开路的新生的神，亲手应许黑暗的亮光，我神，这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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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宣告，你是我们的神，你在这里掌权，所有一切事情都在你的应许之下。神啊，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祈求，以交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件事。神啊，你是倾听你百姓祷告的神。我们确信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应许你的恩典、你的福气、你的祝福、你的医治以你的平安。神啊，愿你降下恩典在每一个在你们面前恳求祷告的人，让我们看见这个赞美、这个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悦纳的。愿你的灵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愿我们一生都成为祷告者，愿我们一生都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到你手上，让我们因为有主的荣光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显现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我们的魏宏长陈佑长老以及同工，谢谢，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几件事情来做一个报告。第一个我们幸福小组呢，在这个礼拜过后，明天很多小组要进行在下个礼拜就进到尾声了那我们预备要邀请 base 的，包括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参加幸福小组的，也请邀请你的好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学，我们准备要来参加我们的名人开讲，就是我们的福音主日，在11月13第一堂，然后11月20第二场。那我们已经把那个图卡、电子图卡都寄到各小组、各群组了。那大概今天我们那个纸本的会就进来那我们会在礼拜天夹在周报上夹在周报上。那请你这一张不要就是看一看，你知道了就丢了，就是拿着去邀请你的好朋友、你的邻居或是你的家人来参加那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守望祷告，因为不是参加一个活动就能决定什么，而是圣灵亲自允许动工。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的幸福小组进入尾声，很多 base 的要预备心，圣灵感动，让他们决志要受洗。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一个征战的时刻。没有大家的守望，这些在前面冲锋陷阵的人会觉得没有力气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第二个，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这个礼拜天是我们的松年主日那就由松年来负责做礼拜的服事。不过有几件事情请大家帮忙。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招待或是新朋友关怀的
协助引导我们的长辈，他们要坐在一个区块，坐到前面来，他们挂一朵花哦哈，而且同工招待人来帮忙，这样的话我们要花的一个礼物给他就比较容易辨识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长辈哈如果你的家中有长辈，可能也需要交通服务的就特别邀请他们来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祝福，这样的尊荣这样的尊荣。那这一个当然在礼拜天牧师都有报告过，不过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托了哈，就是我们12月24号我们的平安夜的我们的全教会的感恩圣诞餐会哈。那现在开始要积极来报名，因为我们这样才能慢慢把名单累积起来。那我们这个筹备小组有一个拜托，就是说，请我们今天都有各小组嘛，各小组就开始加强报名了，而且要把名单都进来不是说项目是我们加3个3个到底是谁？名字要出来我们把名单统计起来交给办公室，然后其他的没有参加小组的会友，我们也陆续请他们自己个别报名。我们希望在11月20号以前，大概就在我们的聚餐1个月前呢，就名单能够都进来。那11月20号我们才能确定说，我们还有几个名额要来加强的，我们的 best 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族这样子这一点我们已经要走过疫情了，我们用12月24号的圣诞餐会来成为一个感恩的餐会。那我们已经筹备小组进行了两次会议大家很有创意设计一些桥段一定会让我们觉得很棒。我们富强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要迎接新的一年去年感恩，新年我们要迎接一个大爆发、大感恩的日子荣耀的日子。所以请大家小组长还有我们的同工开始来把名单开始陆续进来这样子再一次谢谢大家一起来带导。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慢慢习惯在家看网络了或是线上，没有到实体了。那我们现在知道在11月我们都整个全台湾都要解封了可能口罩要拔下来了所以请大家把那些还没有回到我们大家庭的羊群，不要用责备的口气用热诚的邀请说我好想你请你来参加，这样好不好我们希望能够到年底就已经恢复我们全教会一种热情的情况了希望大家一起帮忙，一起努力。好，那我们要开始小组我们给隔壁的显安说神的恩典跟你同在，好不好？好，谢谢，神的恩典跟你同在。我们开始小组了，OK。